中油连这部进前的执行长池汉宏指控收2000多万的乌西钱，伫宣判进前呢，顶礼拜四就甲这电子卡扣剪掉人逃亡，再去高雄桥头地方法院宣判池汉宏判刑25年，体罚公权9年，也让其他涉案的中油员工、厂商等等呢，互判刑7个月到8年半不等。我们这燃烧是没有臭味，只有燃烧。池汉伫咧做中油执行长的时阵，几多遍接受媒体访问。伊自基层开始做，一直升到中油炼油部的执行长。验过检调查出，自2019年到2022年，伊本人或者是经过被手套员工甲厂商收钱，不法所得2160万。交到第二23宣判，判25年，体罚公权9年。恶性重大，因而就徐汉所犯11罪，分别量处1年6月到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，褫夺公权9年。池汉伫咧宣判进前4天，也就是3月19，伫高雄南马坑的徛街出门了，沿路制造断点，遭到屏东的万峦，甲电子卡了切断，人就安尼无去。23节气审判长宣判进前特别点名点3遍，确定人无够。徐汉经本院合法传唤，并未于今日上午10点到庭听判，因而另外涉犯刑法第161条之一弃保潜逃罪，依职权向桥头地检署告发。案件经过3年多审理，有几多个员工涉案，像前中油的公务组管理员陈俊佑，前中油的经理黄永泰甲张子邦等人。除了池汉以外，被手套厂商一个涉案的员工，也被求刑7个月到8年，褫夺公权1年到4年，并且在纳税犯罪所得。检警即马发布通知，自陆海空全面封堵，希望赶紧甲池汉抓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